本土病例破万，愈来愈侪家长临时接到囡仔学校，也则是安亲班有风险停课，只会当请无声的防疫照顾假，如此也互真侪家长烦恼疫情愈来愈严重，影响生计。蔡总校接到的家长陈情，呼吁政府规划有薪防疫照顾假，也则是协助产业升级，减少冲击，照顾到劳工的朋友。最近我们收到许多家长向我们反映，接到了学校的预防性停课通知，家长们就需要请假在家照顾小孩，但因为没有居隔书，所以无法领取补偿金。那未来疫情变严重，如果需要时常请假，恐怕会对家庭的生计造成影响。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可以来规划有薪假，或者是加强在 WFH 在家工作的方式，来降低对社会大众的冲击。26岁青年蔡总校每天早15点钟过基站，听取民意。不管伫咧公园、菜市啊、夜市、路口、庙宇、区里，拢会当看到伊的身影。伫走访的过程中，民众拢会对着各种市政提出建言，其中也有不少民众直言要表态支持，认为少年人有实力、有新的思维，会当再来改变甲进步。少年人出来是好，我支持少年的打起来，可以发挥一个靠前途。安尼，我是赞成少年的。蔡总好有啊，对啊，我跟蛮支持年轻人的。钟豪他是一个很认真、很负责的人，对，那不管什么大大小小的事情啊，如果有去寻求他的帮助，他都会就是尽全力去帮助。那我曾经也受过他很多帮助，对，那因为这次他要出来选，我就觉得身为朋友的他，我觉得就是要尽全力支持他。蔡总校走访基站时，身边总是有青年志工团热挺，将近30位青年志工，虽然平常拢有工课，但是拢利用早时、下班或者是假日的时阵来帮忙。看到有这群青年军的热挺，嘛会当看出蔡总校的好人缘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